高雄今年这风台雨水是真高，也让雷片组的通报案例对咧增加。卫生局统计讲，到13为止呢，拢总收到30例，有3例死亡。这死者拢是50岁以上的查甫人，其中2例有慢性病，一例捌接触到这风灾过后的垃圾水，另外一例是长期拢是食山水的。卫生局也提醒讲，灾后环境要变清气，才袂去感染到雷片组这款的病菌。风台来做水灾，真侪民众拢会牵拖清理到了伫咧垃圾水内底行，安尼做唔但危险到着伤，更有可能会去染到雷片组细菌。高雄市卫生局统计，到13为止，拢总收到30个雷片组病例，有3例已经死亡，死者拢是50岁以上的查甫人，其中有2人是慢性病患者，一个捌接触到垃圾水，一个是长期拢啉山泉水。有民众头摆听到这款病，感觉真恐怖。好像没有听过，今天才听到。只是你们应该都会知道说，如果手有伤口的话，如果有碰到脏水，是不是尽量就是避免？对，会戴手套，就一定要戴手套。那如果是比如说淹水，会穿雨鞋之类的吗？可是有时候为了便利，就直接穿拖鞋出去。卫生局讲，雷片组这款病上接出现伫饮水过后，这摆30个病例内底，都有11例捌接触到垃圾水。医生提醒，因为传染的方式包括皮肤的接触、鼻孔输入去，也有接落巴肚。民众若是灾后要变环境，喙暗、手落啊、护的，拢爱招鼻。它的潜伏期可能从2天到数年之久都会有，所以你有可能短期内接触会有，或者是你几年前接触到，现在才发病都是有可能。那它的症状从没有症状到可能发烧、咳嗽、胸痛，这3个大概是最常见。灾后地区需饮用煮沸过后的水，或者是市售的瓶装水。居家环境可以使用含氯的漂白水稀释100杯后进行擦拭。卫生局强调，因为雷片组发作较明显的镜头，就是发烧、咳嗽、胸痛痛。民众若是捌接触垃圾水，佮出现类似的状况，都要赶紧去给医生看。记者柯家族邱朝阳高雄采访报道。